后来过来，这是真正听唔到去，也就是讲出着真心话咧。泰鲁国号火车败马事故造成49个人死亡。早起伫立法院，这个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来质询着代替的准局长杜眉，是毋是认同即届这个事故是政府害人？杜眉是点头讲认同，这颠倒互这个陈玉珍错一条，想讲家己听唔到咯，讲问一届。结果，这个杜眉也是肯定认同，敢讲这个新官也未就任，就甲炮火向准着这个政府咯。事后，伊接受到访问，讲伊是听唔到问题咯。这件事情是一个政府杀人事件，这个我们局长认同吗？是认同。虽然还未发布人事命令，不过外界拢甲杜眉当作是代替局长，直接认同泰鲁国号事故是政府害人，连立委陈玉珍嘛唔相信，搁加问一摆。认同哦，好，你也认同哦。政府杀人事件，我说这个0402这个太鲁阁事件是一个政府杀人，你也认同了。好，搁是肯定的答案，后边的劳动部长柯明春眼神直直甲看，未好部长但是中伸手，敢若想要甲阻挡，不过伸出去的手无帮着，搁收转来。上尾也结束质询，搁问杜眉的脚接拼，不过杜眉讲伊是听唔到。那个他的询问哈，我没有听清楚。这摆考误代志大条，连民进党的立委苏咖啡上台拢特别甲暗示。是不是政府杀人？你刚刚讲什么？把我们全部都吓到了。你要不要再讲一次啊？是，我再重试一次。我刚刚没有听清楚招委的用语之后，我是听成他讲是政府的什么什么的责任。目前杜眉要是代替局副局长，等待人事命令生效就会上任。伊嘛强调，接任了的头一个目标就是替代替的安全把关，不过甲政府害人听作是政府的责任，要要上任就互人对这位代替准局长杜眉有真深的印象。